是有限，不过你三种属就是这物件。不过这物件，我内底呢，因为我伫我个词典内底当中，我把有32个属，不可能因为这32属是代替，互咱了解，这是因人不修的物件，他们今日讲因无关系。是互你讲，因为佛有遮济32属到底是啥物属？其实有足济名词我唔捌，但即个名词，咱家己查字典，咱会当查。即毋是咱要讲金刚经的要义，但是因为今日讲着32属，我毕竟讲着这个，安尼大概我把标一下，无清楚的咱查字典查就当查。所以第一就是讲，属下平满属，迄个字写平满相，因为佛下大伊下底有平满，所以足地冰的柔软，安住密凿地面。你搭落来内底当中吼，会安住密凿地面，叫咱较大叫做是空对对，搭落是平地吼。这个是得因为伊行菩萨道是修六多无波罗蜜所获得的这个相，这个祸啦吼。所以呢，这个表示引导利益之德，因为伊每一个相就是伊每一个相是修什么因缘来当一个相。第二项呢，伊就是咧讲啦，叫做足下轮形相，足下，足下就是咱骹底有一个轮就是轮胎的轮啦，一个形象足心现叫做千轮足心现1000轮，1000风轮的这个肉无相，这个粗相就是叫做锥状幻丁恶魔，表示造破于痴啦以无名之德啦所以伊这是修这个物件，这个相。第三就是手指射灯相，这个手指咱会作动的无，会作快，会作快的无，这嘛是因为一个相这两手啦，两脚该枪有这种作动的，你看到有这手作动的你的手你手这高，这种是一种甲人无相共的一种相啦所以呢，因为这是由用尽这个礼拜诸师长获得这个骄慢心所获得的相表示寿命的长远，令众生爱乐归于之德。这第三点是安尼修来啦第四点就是这个足根光明相，足根啦这个王平，这个足根就是讲咱的骹根有足济迄个相，这因为你讲到这个四维物件，这有足济迄个名词咱唔捌，但是这属于一个相的物件啦迄个主种圆满广平是由持戒文法理勤修行业理境之相，表示化益真理来之戒，一切众生之德。就是我慧眼化度，有因一切众生而定来一个福报，一个形象这个枝干万光相，这个手足一支开，该有的才能慢往的迄个交互联络的文相如燕王贵别一个方面，燕王的枝节天不中即不现，此上有修事业法，约除众生而有啦，表示离烦恼恶业，既无为彼人之德啦。第六就是讲手足柔软相，手甲骹啦因为足柔软，迄骹因为看伊足柔软的柔软甲像迄个虎迄款物件。手足柔软如细叶火锹之相是以上
苗因室以足强演师长啊，协于父母师长生日发病时阵啊，亲手为世袭等奉祀供养而获得的啦吼。这就是对父母的敬仰，对师长的敬仰，奉祀父母会当得到手足如来相啦吼。第七就是足地罗马相啦吼，耶祖辈这个足会啦吼，那个高齐圆满之下啦吼，佛有因为修福，永明清净，特别的相表示伊众生大悲无上之德啦吼。即马第八就是讲观如六王相啦吼，这个古佛如六王。较早迄个龙王迄个龙迄个像足庄严吼，伊迄个你对我讲，迄个龙迄个表象，发个文化个非常庄严啦吼，是往昔专心文化演说所现的相，表示一切最终消灭之德啦吼。第九就是垂手过七相，你随手剩嘞过你这个迄个。脚七啊吼，所以咱若听来，比如讲这手啊听来吼，过这脚七看看有几个啦吼，反正这毋是新人，但是你听来咱来试看下吼，这手吼，你听来安怎到你过你这七步啦，你叫做三步啦吼，安尼对啦吼，两手垂下，长科夜曲啊，出神幽。离我慢，好为师不贪脚所现的啦，表示行一切恶魔，来免魔顶众生之德啦吼。第十就是相马应当相啦吼，人因灭本遗体来啦，如马应之相啦，此上有原无邪淫啦，救护。保卫大众之行德啊，表示寿命长远啦，得道地主之德吼。第九、第十就是迄个身广长等相，心广长啦吼，佛心众共左右上下啦，力量专顶啦吼，周杂圆满啦，如泥居。律师吼，以其相反众生行三万，作无畏死而行的之相，表示无上法，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德。这伊这个上节上好有一个意思伫内底吼。迄个心毛上理想啦吼，就是佛一切的毛法由头对头甲足啦，拢向右啦吼。右旋啦吼，这拢也一个相，这咱若无发的，这咱拢唔捌。意识含情柔润，此上有行一切善愿之有啦，令将用众生这个众生心生欢喜啊，特别无量啦吼。第13就是一毛一孔相啦吼，一孔各生一毛啦。羽毛迄个青色参着琉璃上琉璃色啦吼，以羽毛放出微微的香气的，咱迄个毛细孔内底当中啦吼，会出迄个有一个琉璃相，会出迄个香气吼。到人不管清净意象，少不及迄个其次迄个得罗所结的之相啦。王逼公者，食灵消灭20业迄个罪章啦吼。第14个心识这个经相啦，佛心以手足识为真经识啦，如种报庄严的妙应台啦，是以迷诸本会啦吼。诸眼过世众生的之上啦，此德上明，
将用众生点写爱乐列做神仙啦所以呢，伊这个就是怪咱将咱个众生这个心，写定爱乐啦，变做写出来形象啦第15就是心方光明啦咱的心身体面向光明相佛的心会跟灵魂保照3000世界，使命各有一样啦将以发大菩提心啦，修无量行愿义的上啦，令度破中表示一切志愿皆能满足之德这意味这个平时咱发的佛的迄个相咱发的这个人重要感觉伊的这个德相看到感觉尊重啦皮肤润泽相，咱皮肤啦皮肤就粗粗啦，为了咱那个皮肤病咱这是皮肤病啦会感觉作润泽作润滑皮肤细薄论得一切因何不了，是以清净的衣服方向，路家顶是以众生远离恶人清净地将所摄的之相，表示不得平等不得是平等啦无特别的养尊处优这种心态啦以大慈悲化众生之德啦第17就是讲七处良我相啦迄个七处良我相就是讲只两手两足两关啦剑这个剑钉两足两关两手这个剑钉叫做七处良我是这个良我相啦所以呢这个该良我良我又软又是由下意所爱之物，是众生而摄的之相，表示一切众生得以灭罪成仙之德这是因为第7点18点的讲良意充满相这个佛的良意啦这两个意象迄个之不圆满无虚非常圆满是佛以众生的医疗因心有灵看病所的之相第19呢就是上心如师相佛之化身广大啦三条师我讲大啦，行诸怎么真威仪观众一如师子王是佛无量世界中历经永世教人行任何远离我们而显的之相，表示威荣高贵，慈悲满足之德这是佛因的伊，互咱看到咱狮子王看到足重要，咱平时咱若去看到一款内底只或是过去发现老天爷其实你去看到你就家己称号，因为伊甲你讲几句话甲你讲几句话，咱就是我做认真伊迄个德性的感召因着迄感召，咱看到咱看到有一些人实在是无咱意有之中咱讲自然就生出了迄个敬畏这是这影响。即个20的心灵观一项就是讲位于一切人中心核心最大之德是以修要看病是要看病过去是要看病七杀感德感盗戒持杀盗戒，远离强慢所迫，令人见闻的众生之苦得到正念，叫做修善行以心行心有端正。我咱这个当中，咱的心很端庄很端庄而且是，伊就是咧甲你讲，六观圆满，是六观咱的两个顶头是
永远圆满丰裕啦，思想微妙之上啦，是有做上修他，是无为所摄别之上，表示别业有业应无量业，无量功德啦吼。当然，因为这是过去佛道内底当中啊，伊会当做佛师啦，吼，会当做佛庙啦，会当建佛塔啦，吼，因做诶，才得到这物件吼。第22就是讲，喙齿有40相啦。咱诶喙齿开始我是也无知影，有40齿啦，吼。那有40齿，一拢一个啦，真正吼。该迄条咱若叫嘴也无什么啊，就是恁母啊生互你吼，你的喙齿有40齿啦吼，就是拢白的啦吼，喙齿就是讲白到它像细安尼啦。这以万里永生，恶口违心而修习平等之意所这个之上吼，上出清净妙香啦，此一妙上应这几种生的恶口业。减无量无量罪啦，受无量乐啦吼，这就是因为喙齿呢有40齿吼，拢直个吼，但是当中呢拢做比较有色，齿真美色，或者是齿第12个差别，咱喙同伊有真美，无讲为剥头为剥尾为什么手齿无安尼啦吼，主齿该不错不实。我想我过去去做齿的吼，医生常常病大齿，互你看起来喙齿的当中吼，就感觉迄个喙齿足重要啦吼，齿间密接不容易好啦吼，足密接，你弄到一支迄个咱的迄个咱讲一个菜椒啊，迄个袂当去甲下面内底啦吼，就是足结啦吼，就是实现法化众生，相亲用他人的恭敬啊，所以迄之上表示因得到清净和顺同心的本属之德啦吼。那第24内底当中呢，就是喙齿生白相，当然叫40齿以外啦吼，上下各有2齿，这2齿呢，依色先得光洁。讲这除了40齿以外，阁有2齿哦。这2齿是鲜色白光洁，锐利如风，坚固如金刚，是以上思维显法，修诸比而协德之上，能催化一切众生这个共性坚固之三道，迄个叫贪嗔痴啦吼。就是第25两颊龙满相，即咱的面这两颊龙满相啦吼，咱看这画啦，这个相吼，安尼刚刚做有面做中文的吼，两颊龙满相，就参照40甲都是长啊，这个啥呀的40甲吼，见出相相，一夫面必将生死之罪啊，面见诸佛啦吼。那第26个当中呢，就是讲常得上位相，不能嘴啊吼，门口相逼，自味中最上味啊，是由见众生如一处，由以诸善发回向菩萨，特的上表示佛道伊的妙法，能满足众生的志愿之德啦吼，是讲佛道当然伊这个道理啊。来，就当万众的众生，有迄个味道。你讲话讲道理，讲众生听，众生会接受你这个物件，但是你接受。那你的天呢是广舌长相，然后这个所罗门菩萨讲出来讲青山这个牺牲总数广长舌，三色无是净法身。牺牲总是广长舌，迄个气声潺的声音，就是参像佛陀咧讲大法，咱叫做广长舌。这个广长舌意思就是讲佛陀咧讲大法，伊
广场，这个基本啊，供啊吼，这个博卵啊，生成可以布置于法纪，哦，是发红色心，以大比行非常发改，现的绩效，现处绩效，可免有8亿这个84000的价，这个成绩多啦吼。亦有81亿的资本，收去啦吼。这个28就是讲，写如反动声啦吼，反动声就是迄个反动是迄个做清净的，无杂声就对啦，发的清净的反应啦吼。这个风声圆满，如天高天高响，应如听连拼家之音啦，是由率性语美语，接受一切恶言所行之上啦。阮者虽以引气而得，亦生生大小这个凡事亦得管理销啦吼。第29就是讲，这个木什么物件？先查一下吼，青色线，混感，这个混感啦吼，有一个这个什么色啦吼，青棉花是生生世世，以自感极欢喜心，注意这个欢喜心啊，是以去者吼，所就之上啦吼。第30就是眼如这个牛毛牛王上吼，这个牛毛迄个睫毛整齐而不杂乱，就是咱这毛白迄睫毛杂乱啦，迄看着当中看着迄两个毛会看着迄个毛感觉足散的毛会看着足正常的毛迄个自来显亮这类的所以呢，因为此上是有关一切众生，如妙以事一主之心，人民爱护众生之协会啦吼。这个31项就是顶上8志向吼，这个顶上有顶上这个一个叫做8志啦，拢起如此之上是大人受持实践法啦。自业修持而得之上啦吼，32就是这个眉间白如上啦吼，这个眉间就是讲目来之间啦吼，有迄个白毫啦，有这个跟讲嘅就是讲迄个毫光啦吼，之上柔软又多罗米啊，一当无笑啦，这个右旋而卷缩啦，以其相方光啦。所以称为叫做毫光啦，眉间光啦，是佛而因地时啊，见众生修三学而得，三学给大家解开啦吼，而称扬赞叹，虽感处渺小啦吼，这是因为当然这32项的内底当中啦吼，咱如果要较清楚吼，咱的迄个。佛教词典伊内底当中，伊内底有解释。我问你，这是对咱讲《金刚经》的内底当中，这是一个介绍的啦。这毋是迄个意，就是讲当时佛陀，因为伊修到二圣人的时阵，2圣人的时候，因为伊建的上有32项，有32项。有项的内底当中呢，咱有经常看到迄个哪呢？咱较早毋知咱听到捌啦吼。讲有一个时阵啦吼，讲观世音菩萨接福老师，讲有一个当中到山骹吼，讲到山骹的当中呢，因为这个讲看到这个山的当中到满是特别复杂，但是伊看有唔好的时阵呢，因为这个接福老师啦，讲我接福老师吼，就空空颠颠，去到遐，这个山复杂哦，你走。我是要请人去人要带新娘啊！若安尼当中呢，因为伊
无要听，无要听啊！啊，所以呢，因为迄阵当时这个老师，哦，就对着一个迄个新娘，业着走，啊走啊当中，因为迄阵人为着要叫这个红电非常感谢了吼，啊，所以呢，迄个时阵到我是，迄个到时候去当菩萨的，伊新娘才把头放，哦，安尼伊发现哦，活佛救着我的性命。啊，所以咱讲的生活当中，有点啥，因为着救众生，伊会变作一个不同的相，来去救众生。不过因迄个相是真相，表示一个应义。哦，比如讲，咱大道溪桥吼，伊几年大道溪桥，无是迄个大水西有无？潮汕啊，啊，伊个我这个华山无徛伫迄个大道溪桥顶嘛好吼，啊，迄是美军的迄个军机吼，啊，讲为了翕一个迄个啦，一个迄个云啦吼，我说啊，翕个迄个怪怪，我就开说起，我有一只面啊，观世菩萨徛伫顶端，伫大道溪桥内底当中啊，咧救灾救人，因为伊收到菩萨收到一个应该伊有迄个能力，有应迄个机来救助众生。但是伊来伊的上无受伤，迄个上无受伤。你想讲观世菩萨有千眼千手观世有这个物件对不对？但是这个物件嘛是伊过去修这个上来的。哦，啊，无到迄阵，啊，这嘛是一个上来，到迄真正千眼千手观世音呢？哦，安尼啦吼，所以这拢是应机应着众生的需要而来啦。但是阮菩萨应这个机来。拢是有众生来，拢有众生来，伊毋是要做歹代志，这点咱一定要了解。所以呢，佛迄个内当中呢，有以上这32项，哦，这是因为佛有这32项好的物件啦吼，32项啊，80种，80种嘛，咱唔讲啦，哦，因为这是佛的物件啦吼，啊，所以伊讲可以形容这点出来吼，这。可以形容这点出来吼，这个形容我主讲有这32项，下如来应化身，所以不能不能着相因为。